我们跟着小朋友一起哦，不能跟小朋友怎么做，我们就学他们。好，小朋友要好好的做，动作大一点，或爸爸妈妈自己学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好，来，音乐。多少人在今天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？多少人在今天已成了曾经？多少人在今天要面对饥荒？多少人在今天已失去了家？还活着是种幸福，有健康是种礼物，老了时要做知足，有家会应该满足，要知足才会幸福，会随缘路更好。伤心事不经谈念，毕竟是不经多少人在今天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？多少人在今天已成了曾经？多少人在今天要面对饥荒？多少人在今天已失去了家？人生本来就是苦，知足是你的残酷。最后总会发觉，原来平稳就是幸福。还活着是种幸福，有健康是份礼物，老了时要懂知足，有家会应该满足，要知足才会幸福，会随缘路更好。随遇而安，就胜过你多好。要知足才会幸福，会随缘路更好。随遇而安，就胜过你多好。知足就是幸福。谢谢我们的工作伙伴，还有我们的小朋友，我们工作伙伴也自己在掌声鼓励他们一下。好，小朋友向右转，跟着姐姐，跟着哥哥。